我想講一講關於個7000個年青人，或者可能係主要係年青人，亦都可能有啲係年紀成熟啲嘅人啦。咁咧喺有罪假定底下咧，佢係要香港警察啊，鄧炳強話俾佢哋返大陸認錯，咁樣就可以即係認識祖國，咁就可以使咗嗰個拘捕啦。其實個拘捕咧唔存在住咧有一個不良嘅記錄咧喺一個政府裏邊。如果佢哋唔檢控嘅話，但係如果佢哋唔檢控嘅話咧，咁你根本上就係冇罪啦。但係問題就係你唔知佢哋幾時檢控，咁你點樣可以知道呢？我想講呢件事呢，唔係咁簡單。大家話認罪啊，返去即係睇一睇大陸啊，咁呢件事就冇咗啦。你唔知道㗎，你唔知道跟住佢哋。首先你唔知道佢去做啲咩嘢啦。第二就係當一個人佢認為自己冇犯錯，而佢真係冇犯過罪，但係呢，佢係被屈。然之後咧就要去認錯，跟住話俾啲簡單啲嘅懲罰你啦咁樣。好似我而家呢個 case 咁樣咧，我完全係買咗張機票離開，然之後佢哋係遲回應，令到我逾期居留，跟住就話我逾期居留，就話要我做一個 deportation 遣返。呢個 deportation 咧係背後咧佢哋冇人提過嘅，就係將我刑事化啦。喺個入境記錄裏邊咧，我係曾經被遣返嘅一個人，即係話我曾經係犯過一個罪行係咧逾期居留嘅。而咧，亦佢哋亦都可以咧喺嗰個note 裏邊咧加上咧就係懷疑咧佢係做妓女喺度賣人，所以佢逾期居留。因為好多人咧，好多中國嘅女人啊會係咁樣做，咁所以呢一個嘅stereotype 咧去咗其他國家嘅 immigration 嗰度咧，就對我形成咗一個 criminal record 喺度。好啦，咁但係咧香港呢7000個年青人咧，阿鄧炳強佢哋會唔會咁簡單放過佢哋咧？即係你返咗去之後洗咗啦咁樣？你係唔知道嘅，其實係。然之後如果你返去嘅話，最重要一樣嘢係乜嘢呢？你承認咗你犯法。第一樣嘢就係你返大陸嘅話呢，跟住更新嘅話，因為如果你唔存在住犯法嘅話，你唔需要更新啦，係嘛？但係如果你係認咗，你係肯返大陸嘅話，即係話你係犯法咯，你自己認㗎。呢一個對於你自己嘅將來呢，係好大影響嘅。呢一個係暗示咗一啲嘢，佢哋係冇講俾你聽。然之後，如果你唔返去，你係會懷住一種恐懼過日子。但我話俾你聽，你點樣可以解決呢一種恐懼呢？嗱，而家係西方國家，我諗香港都係有私隱專員啊，或者有即係 data protection 呢樣嘢。咁咧就因為我過去咧就俾人哋誣告啊，然之後咧佢哋嘅資料入咗呢個警察檔案裏邊，跟住呢啲誣告咧越嚟越層層疊啦，因為香港警察咧就貪污，即係揾阿袁大明咧就賄賂呢個警察，然之後喺內部報告裏邊咧就描繪成我係一個咧就係引誘一啲年輕嘅女人咧做性行為嘅一個人。咁我其實呢幾年我都唔知道，但係咧我嘅生活咧就係受到好大嘅掣肘，變成一個咧係人權咧係受到剝削嘅人。如果唔知道咩原因，直至到咧我翻返去英國，我報警產生咗問題，佢哋唔肯俾一啲尿液報告，我先知道英國警察咧係有參與呢一件事，即係對我嘅人權咧嘅嚴重剝削。你都會係一樣嘅。如果你咧無端端走去認咗罪，而係你係冇去參與嘅，你係有個 record 喺度，你係認咗罪，因為你有一個參與更新嘛，即係你自己認罪啦。咁跟住，如果你唔去認罪咧，係咪活在一種恐懼裏邊啊？點樣解除呢種恐懼咧？你就可以查一查香港有冇呢一個嘅即係 data protection， 你可以揾翻拉你嗰個警署。有兩個層次嘅，一個咧就係即係喺香港警察嘅總部啦。你要問一次攞良民證嗰度，你有冇能唔能夠攞到良民證？第一，第二咧，你嘗試去申請良民證，睇下攞唔攞到。第二咧就去翻嗰個警署嗰度，即係話寫封信去個警署嗰度，我要查翻咧我嗰個嘅即係記錄，我有冇一啲 personal data 喺你嗰度？嗱，喺外國咧，喺英國同埋喺德國咧，我就喺度翻查緊。咁佢哋係可以俾部分啊，或者俾全部嘅。咁咧而家係受影響嘅，即係話做我世界嗰個警署咧就俾部分。咁咧我就你有上訴機制，你可以去申請要晒全部。
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查過香港有 data protection，你係可以查翻警察內部係點樣描繪你啲人呢個人嘅話咧，咁你就可以知道究竟咧佢哋喺裏邊有冇實質嘅證據咧，係指控你犯某一啲罪，你就可以消除咗呢一種恐懼。如果佢哋咧有一啲證據，但係咧佢哋唔能夠確定，因為裏邊咧牽涉到咧檢控係要好多錢㗎，咁所以咧如果你嘅罪行佢哋係懷疑，但係佢哋覺得咧能夠成功檢控你係好低嘅話咧，佢哋喺幾年之後咧就要將呢個記錄咧撤銷嘅。咁所以咧，你知道你個記錄幾時會撤銷係好重要咯。咁咧稍後咧，我會講我 case 俾大家聽，我有所有嘅資料啦，我自己嘅 case 點樣係考慮，即係我覺得違背咗自己嘅意願去承認犯法咧，比你真係俾佢拉咗去坐一段時間咧，係嗰個對心靈嘅影響更加嚴重。譬如佢屈你，跟住你要坐監啦，我係俾人屈啦，咁我坐咗啦，同你自己走去承認你係冇罪嘅，你自己走去承認，呢兩樣嘢好大分別。嗱，我哋睇翻何俊仁啦，喺支聯會案上高咧，佢認晒所有罪。點解咧？因為佢係一個律師。如果你係有一對法律好大，即係嘅常識係好充沛，好知道你知道晒所有資訊，真持落去對你冇好處嘅話咧，你可以咁樣選擇。好啦，但係以你自己嘅年紀啊、你嘅知識啊、你嘅分析能力咧，你能唔能夠係做到呢一啲嘅即係分析咧？利害衝突嘅分析完之後，心裏邊知道呢一個係你對你自己計算過之後，對你自己好大嘅好處，最大嘅好處，譬如話你係被屈啦，你認咗佢啦咁樣，我都會係考慮呢啲嘢嘅。譬如話，去到邊一個點，如果我再堅持落去對我不利嘅話咧，咁咧我可能會係啊咁啦，即係我會係停咗嗰個嘅法律程序咯。但係如果咧我堅持落去對我自己係有好處，無論喺尤其是我自己着重係即係心靈上高嘅好處嘅話咧，所以我就會堅持落去咯。咁所以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如果你拉開譬如好多名人啊，無論係曼德拉啊，由曼德拉啊，再之前尼采或者好多人，佢哋可能受過政權嘅迫害啊，或者係受到一啲嘅環境啊、人事嘅影響啊，而去逼埋牆角，佢個反應係點樣咧？然之後嗰個反應係導致到佢下半身係點樣咧？你自己就可以考慮咯。我覺得唔係咁簡單咧，就話我去更新啦，唔好咁簡單咁樣思考。你係攞條數出嚟計，嗰個認咗之後對我嘅心靈打擊有幾大？如果我唔去認嘅話，我要搜集啲咩資料鋪陳出嚟，再去計算過。每一個人都係咁樣做嘅話咧，每一個人都去問翻香港政府攞 data 嘅話咧，咁咧佢哋即係有排搞咯。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係可以從呢個方向去諗，而唔係咧盲目咁樣相信，比如話如果咧你唔認罪嘅話咧，你跟住咧有法律程序有幾複雜啊，你有機會咧點樣，你有機會點樣啊，好多時警察咧就喺呢啲地方度帶你咯，我一路俾佢哋帶到而家，帶到即係一路帶到而家。但係當我越去據理力爭嘅話咧，我嘅勝算係越高，而我自己嘅心理咧上高咧越嚟越平衡，因為我知道道理喺我嗰方面。如果嗰個人係屈我嘅話咧，佢哋要付出一個名譽嘅代價嚇。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你要係攞晒所有資料出嚟，最緊要將唔知嘅嘢咧變成知道。譬如話佢控告緊你邊一條罪，幾時嗰啲嘢係咪事實嚟嘅？嗰啲嘢唔係事實嘅話咧，揾個律師幫你 draft 一啲文件，寫翻呢啲嘢唔係事實。咁跟住咧，佢掉翻俾佢哋之後咧，佢哋係冇辦法爭持底下咧，佢就會懸空嗰件事。咁咧，佢就算佢唔回答你都好咧，因為你寫咗個事實，你嗰個事實咧係擺喺個檔案裏邊嘅。咁咧，你係去到其他國家咧，當佢哋一 retrieve 即係你個檔案出嚟咧，佢哋其他國家見到你自己嗰個論述喺度，咁咧你就唔會 subject to 一單方面咧，俾香港政府咧話你係 criminal 咯。咁我稍後再同大家分享翻我嗰個關於即係我俾佢哋講咗幾次咧，係話係冇證明文件啊，咁樣被拉咗咁樣之類。然之後佢哋喺個過程裏邊咧點樣abuse我啊，或者係俾我接觸嘅警察啊，或者係亂嚟幫我影犯人相啊咁樣之類咯。咁所以咧呢一啲嘢係當然啦，係喺民主國家呢啲嘢好嚴重啦。但係喺香港，如果鄧炳強要辦呢一個嘅有公信力嘅話，呢啲嘢係唔可以忽視嘅咯。
好啦，咁咧就有機會再同大家講，用我一個同大家分享成個程序係點樣做嘅。我希望咧幫到大家唔好驚，最緊要將啲事咧係鋪陳出嚟，即係話你唔知道，因為你唔知道係最令到你驚同埋做錯決定嘅，你令到啲嘢係清楚知道攤出嚟，嗰個政權或者警察係點樣做你世界，佢有啲咩內容喺裏邊，咁咧你再去做反應，喺法律上去做反應嘅話咧，佢哋唔能夠再做啲咩嘢嘅，咁你就快啲離開香港咯。